院社會服務龍舟隊，第5線道匯陽，第6線道黃金周。而家暫時見到起步嘅話咧，咁啊見到喺呢一個嘅第3線道就暫時領先咗喎呢個新翠輪體育會啊。咁啊第3線道，跟住隨後咧就去見到第4、第5線道一路追上嚟啦。咁第4線道咧係呢一個匯陽，第6線道唔好意思，第5線道係匯陽，第6線道係呢個黃金周㗎。咁啊見到呢個3、5、6啦，一路即係隨後呢個跟咗上嚟。咁啊之後過後少少嘅係呢一個2號線萬匯尖峰龍。咁啊跟住1號線道又追緊翻上嚟喎，嶺柏志中學後生仔應該努力啲啊。咁啊嚟緊見到第3線道仍然帶出嘅係呢一個嘅新翠輪體育會，第3線道第3翠輪體育會，跟住第5線道嘅呢一個嘅匯陽隨後跟上，第6線道嘅黃金周啊，見到黃金周都一路隨後追上嚟啦。咁而家去到最尾個終點處嗰度咧，咁睇一睇啦，而家係開始係發力嘅時間。咁啊睇睇啲後生仔啦。呢場咧我見到第2線咧本嚟有機會㗎啦，你係萬路之光龍啦，點知咧係過到頭先嗰度咧少少即刻將佢片咗埋去咧係第3線嗰度嘅，而家第3線嘅咧就係新翠龍咧唔理咁多啦，攞翻個60分嘅第1名先。咁啊外邊嘅咧就係咧黃金周咧同呢個咧係呢個咧係匯陽啊兩隊咧係爭過第2名嘅。咁啊第4咧就有見到咧係第2線嘅咧就係萬匯尖峰龍爭得嘅靚次伯啊，呢個咧係紀元中學同埋咧係仁濟醫院社會服務部咧呢兩隊咧係人際嘅打比咧真係咧好接近喎，一隊咧後生啲嘅靚次伯後生啲啊，咁啊同社會服務嘅啲姐姐哥哥咧就稍為咧係喺後邊咧就嚟到呢度，平時將啲力咧去晒做社會服務啊，今日咧嚟到呢度咧。